下阳亮，注定世界之顿。真正无熟吼。捌唱过野手。那怎么那么小声？好，行了吗？行了。好，第一集再来一遍哦。有可能较无熟，要么个好来练一下第一集哦。预备，来。武汉云更高楼，龙归九族新棍，庐山大瓜下阳亮，注定世界之顿，代表红旗好的以色列。武汉云更高楼，龙归九族新棍，庐山大瓜下阳亮，注定世界之顿。停，好，可以吼。好，听讲另外一首嘛，无一定有听过495首，有吗？有吗？有唱过吗？有吗？等下手看觅就知影吼。495首，咱来唱第一集。兄弟是歌一双龙，更高挂心动无离。做个几界来生活中，善良其实就是义。只有应家己。调高信息归小记，第二集。朗诵歌考世界英雄，多强关系袂通靠。中华书记公灯关头，比家头分就会无。只有被一地地，一祖国经过亚子。好，第二集歌词最后一句是读啥？伊做我。因为我台语无好，我只会晓看白话字开始啦。后来发现作文的作是做 CHOH， 啊做事的做 CHOE 呢吼，真趣味。咱若是会当改就改一个，吼对无？无共呢，无共字呢吼。咱第二集再来一遍哦。预备，第二集来。朗诵歌考世界英雄，多强关系袂通靠。中华书记公灯关头，并且脱困就会无。只有在因地地，一祖国经过亚子。咱练歌到这，请咱安静心，准备3、5再去写礼拜。
咱安静咱的心，来三甲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老师走甲。上主是我的牧者，我无欠半项。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清净的水边。伊予我新的气力，因为伊的名，带我行正直的路。咱三甲来吟诗圣诗85首，无限阳光甲学乐。将会众起立，咱吟全首。
大声响亮，出在世界最多。咱游完起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入内受苦，死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神，教会圣徒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来看今仔日的启应文，上是第4篇，24篇。第甲第上的万米拢属上主。咱手内有圣诗的先刻出来，来，顶来，第甲第上的万米拢属上主。伊甲地放伫大海的顶面，些人画当上主的山，就是手清气，心纯洁。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这款人追求上主。城门啊，着拍开。应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应邀的君王是甚物人？伊是必见百姓的上主。城门啊，着拍开。应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应邀的君王是甚物人？伊是应邀的君王。咱三角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告诉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互阮阁有好的机会，阮伫遮三角伫桃园教会，伫遮三角来组织，伫即个圣的主日，感谢你临在伫阮的中间，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到你施恩宝座前来调记你，咱献感恩的祭，也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服侍你。愿主你欢喜感纳阮，也来领受你通过佩兹牧师所透放的信息，互阮会当更较有智慧来了解你的心意，也照安尼来行。主感谢你，你是阮的拯救，阮的牧者，阮的快乐，就是阮即时的帮赞。主你设立属于你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桃园教会，成做你重要的器皿，福音的出口，保守牧者甲正中职同工，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言语，带领犹群进入教会，成做正信徒的模范，保守你的子民脱离这个世代的邪恶甲诱惑，求圣神开阔因属灵的目睭，会当看见上帝的事。感谢你
创造天地万物，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愿你将王权坐大位，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互万百姓因为你得到真正的平安甲福气，无搁沉沦伫罪恶的捆绑，带领济济无道友会当得到真正的平安。求主你赐福国家的领袖、政府的官员，符合因有谦卑的心，甲你同行，赐愿有一个良善的社会甲环境、安定的政治甲经济。若是合得你旨意，求主成全；若是出伫迄个歹的，求主你来主动看顾。愿咱的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伫路加福音19章28节到44节，奉主的名讲即个话了后，耶稣行做前上耶路撒冷，伊伫要到橄榄山山骹的伯法其甲伯大尼的时，找两个门徒，吩咐因。讲，恁去对面的庄舍入去的时，会看见一个毋捌互人徛过的驴仔囝伏伫遐，恁甲因偷开，牵来遮。若有人问恁是安怎偷驴仔囝，恁就讲主要用伊，因就去所拄着的代志，各项甲耶稣所讲的相款。因咧要偷迄只牛仔囝的时，主人问伊讲：“恁是安怎咧偷即个牛仔囝？”因应讲：“主要用因。”因就牵迄只牛仔囝来到耶稣遐，将家己的外衫披伫驴仔顶，互耶稣扶去骑。耶稣骑驴仔囝进前的时，众人将家己的外衫铺伫路面，甲伊欢喜。耶稣伫要到耶路撒冷，要落橄榄山的所在，规大阵的门徒，因为看见一切奇妙的事，就欢喜，大声阿乐上帝讲：奉主名来的王，应该受称赞。愿天顶有和平，荣光归乎至权的上帝。众人中间有几个法利赛派的人，甲耶稣讲：老师，着责备你的门徒。耶稣应讲：我甲你讲，恁因若点，即个石头嘛会大声喊出来。耶稣伫要到耶路撒冷看着城，就为着城哀哭，讲：我实在真爱你，今仔日真怎样才会行向和平？毋过即个事现在对你看地，互你看袂到，因为日子伫要到，迄时。你的对敌会伫你的周围做土堆包围，对四面甲你攻击，因会将恁城内的人民全部毁灭，无留两块石三塔，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时机。愿主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赞美，请圣歌队，我心听候我主耶和华。
正德请佩慈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为石头提靠。主来所敬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三个主持做伙来敬拜伊。先来甲大家考试一下，恁敢知影我的名吼台语要安怎读？老实甲恁讲，我是去到台南师范医读册的时阵爱现字典啊，才知影要安怎读。为虾米安尼哦？因为我爸爸是客家人，好，所以号名的时阵无想讲台语要安怎读，所以吼，若是真正要读安尼乌派族。派，因为充沛的沛拢是派啊，敢若我伤细声吼，这下课伤大，敢会伤吵，好歹势，互咱会当讲调整一下。所以，若是会当吼看到我会当叫佩慈，安尼就好啦。派族，我之前甲我的会友讲笑，讲吼，恁爱细字，恁的牧师阁较乌足歹的哦。所以华语乌佩慈听起来蛮好听的吼，台语听起来有较趣味一点嘛吼。不过，真好，咱拢有家己的名，咱嘛互上帝认捌咱的名。伫今早起，咱会当三个主持，咱要准备先缀耶稣的脚步来进入耶路撒冷城。这时我要邀请你甲别个人兄弟来请安，甲伊讲愿你平安，请。只是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赏赐你的愿意、话语，伫阮生命中间开阮的心、阮的耳孔、阮的目睭，真实来领受你的话语，照你的旨意来行。伫你的面前，你现就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咱心内底是毋是会当会记起一项代志？耶稣为虾米爱上耶路撒冷啊？咱若是注意来看，路加福音的记载，一直甲咱讲一个信息。这个耶路撒冷甲圣殿，无论是伫先知旧言的实现，或者是耶稣所行的事奉的完成，或者是先甲咱讲教会使命遮开的方面，拢有真要紧的地位。犹太人在想讲吼。这个旧言的弥赛亚，就是迄个犹太人的王，会带互因政治上的头棒。总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啥？要甲咱讲，我是一个谦卑、温柔、和平的君王。伊进入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照着伊要死伫十字架顶来完成救赎人类的工作。伫路加第9章51节，其实互咱一个讯息：耶稣被接上天的时间到，伊就决定要行往耶路撒冷。伫顶礼拜，咱做伙听到高牧师所讲解的信息中间，其实一直甲咱讲，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啊！耶稣甲因讲一个譬如，然后这个人听到想啥？想讲上帝国良美会实现，然后耶稣就讲一个10个金皮的譬如，对无？有印象吼？然后这个譬如讲煞，随时接一个记载，讲啥？耶稣得要来到耶路撒冷，这个王转来啊！就着这个譬如，嘛在问行伫这个路程中间的咱，所有军队耶稣脚步行到这的人。你敢知影你所军队的君王是啥人？请咱做伙来读《路加福音》第28章第19章28、29、29头前这段的圣经节，请讲这个话了后，耶稣行最前就耶路撒冷，伊得要到迦拿山山骹的伯法基甲伯大尼。咱嘛需要知影一项代志，圣经吼，迄个时代无亲像咱今日吼，迄印刷术足方便的、足普遍的，对无？一句要写落来，拢有伊的意义。
遮真详细有写耶稣行到地，行到地，行到地。咱至少先知影一件代志，耶稣行到得要到耶路撒冷啊。第一点是真要紧的代志。咱先看到橄榄山，对无？橄榄山是伫耶路撒冷的东边的所在，然后约法基甲伯大尼是伫橄榄山南边一点仔两个，就是伫边仔的庄舍。所以当耶稣安尼行往耶路撒冷，对橄榄山这边行往耶路撒冷，表示什么代志？伊就来到圣殿的东边。东边圣殿东边有啥物？咱有可能对圣殿迄地图无啥熟吼。东边就是所罗门廊甲王宫的门廊迄个所在。啊，佫有啥物款意思啊？就是将耶稣放伫王的地位。哎，听有意思吼，伊对遮来嘛，王才行迄边嘛，耶稣是对即边行过。耶稣照安尼的路线进入耶路撒冷城，就伫上顶，伊掌管即个国度，伊有王权。我要邀请咱做伙来读遮续的圣经章，请耶稣找两个门徒，传福音，讲另起对面的庄舍。入去的时，会看到一只毋捌互人骑过的驴仔囝伏伫遐，恁甲伊偷开，牵来遮。驴仔是一种真温顺的动物。古代犹太人伫还未真普遍来使用马进前，驴仔囝吼，驴仔捌互王来乘做伊所骑的动物。虽然伊无亲像迄个战马，我咧讲你敢听有？战马，哦，歹势，我对于我的台语无啥信心，我有时惊讲了恁听无吼？战马，吼，你遐大只，也毋过圣经就透过安尼两种动物的身材对比来描述，骑驴仔的人伊真温和、谦逊、温柔。当耶稣找两个门徒要进入这个庄舍，去牵一只毋捌互人骑过的驴仔囝，耶稣先甲门徒讲一项代志。若有人问，恁是安怎偷驴仔囝？恁就讲自卑用伊。当门徒照耶稣所吩咐去行的时阵，咱做伙来读32节到34节圣经节，请。因就去所拄着的代志，逐项甲耶稣所讲的相款。因伫偷迄只驴仔囝的时，主人问因讲：“恁是安怎伫偷即只驴仔囝？”因应讲：“自卑用伊。”新约的学者马歇尔，伊讲一项代志，无伫较好，即个地区。这个人早就小可有听到知影，耶稣是有权柄的主啊。所以当耶稣讲的时阵，因就交迄只驴仔囝互伊使用。咱其实爱想象一下，我若是无代无志行到恁兜讲，你这互我用，恁敢会互我？敢会？袂。若是煞变一个理由无，我来考虑看卖。要毋过就是因为耶稣有天伊的权柄，所以主吩咐门徒安尼做，人甲伊问，伊阁会交出来。就是遮尔简单的记载了后，就讲所拄着的逐项代志，拢甲耶稣讲的相款呐，相款呢。咱对安尼会当先看见几项代志，第一项是门徒的顺服啦。若是你的老师，牧师叫你去做一项真奇怪的代志，你敢会去做？想一个，无一定会去做吼。要毋过门徒有听谈耶稣的话，佮对伊啊。然后每一项代志，头拄来记载，拢照耶稣所讲的发生来成就，嘛证明耶稣就是先知啊，对无？先知就是预言，然后成就吼。先知就讲出上帝的心意。
然后有人去实行，然后咱看见主被应医，主要说欢呼，然后代志就照安尼行，就天天耶稣的主权。然后咱若是注意看吼，这路加福音真有意思的，一直在证明一项代志，讲耶稣是主，伊是主讲了，人才会做啊，无咧，咱讲听的，无要插你，吼。咱嘛得会当做伙来想看觅，是甚物款的人，甚物款的情景，咱进入一个所在有大家做伙欢迎。请教一下，今日来礼拜，进一礼拜堂教会有甚物？敢有一群人来欢迎某一个人？敢有？有无？无呢，他会安尼吼。要毋过，咱敢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城，大家会做伙甲伊欢迎？无啊，圣经拢安尼写，咱早就知影。咱做伙来读35节到36节圣经节请。因就看迄只女仔囝来耶稣遐。将家己的外衫破伫炉仔顶，甲耶稣扶起去行。耶稣骑炉仔囝正前行的时，众人将家己的外衫铺伫路顶，甲伊欢迎。门徒首先准备好，互耶稣会当骑就即个炉仔，然后将家己的外衫。破伫炉仔顶，这破嘛是差字典啦吼。啊，意思是啥？用迄个外衫来做，不是马鞍啦，就是那个鞍子。这台语我袂晓讲吼，我讲了你嘛毋知啥。了解意思吼？动物要骑咧铺一个物件吼，然后众人将家己外衫铺伫路顶。为虾米要甲耶稣欢迎啊？当然，这嘛有可能是一种代表隐形内底想讲，这个人是讲，所以我要甲伊欢迎，要甲伊致意的意思。所以，当耶稣骑驴仔囝进入耶路撒冷，其实就应验先知撒迦利亚所讲的预言。请咱做来读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的圣经节，请。子民啊，就欢喜快乐；耶路撒冷的子民啊。着欢呼！你看，你的君王来啦！伊胜利凯旋，伊强顺行路，就是驴仔囝。哇，这个是徛伫驴仔囝顶头的君王，无亲像遐徛伫马顶头来展示哦，外高外有权势迄款君王。伫咱较熟。就是关系耶稣骑驴仔囝进入耶路撒冷城的记载，咱看到啥？亲像咱今日经的信息，众人举张手机，大声欢迎耶稣，对吧？要毋过路加福音无写着安尼呢。要毋过路加是怎样记载？37节咱做伙读请。耶稣得要到耶路撒冷，爬落橄榄山的所在。规大殿的门徒，因为看到一切奇妙的事，就拢欢喜，大声讹乐上帝。伫遮大声讹乐上帝，有啥物人？众门徒，只有众门徒呢。咱伫遮所讲起的众门徒，咱千万毋通想讲只有迄12个，好。只有可能是包括遐是支持耶稣的人啊，就是因过去有看见耶稣会当行一切奇妙的事，所以想讲哇，这个人足好诶，用正正面的方式来看耶稣诶。路加真清楚诶说明，众门徒欢喜大声讹乐上帝的原因是啥？因为因看见一切奇妙的事。你有看过耶稣所行奇妙的事无？有无？你有为着这个大声讹乐上帝无？有，感谢主。奇妙的事好本是用异能来形容，这个字吼是代表快乐，就是大有快乐的作为啊。
要毋过伫路加福音的中间，若是讲到遮个奇妙的事，会当甲上帝或者是甲信心连做伙来理解。所以这规大阵的门徒经过，家己看过、经验过一切奇妙事了后，咱却看见，因无啥了解，这是出对上帝。因只是感觉哦，这个人无啥共款。要毋过这规大阵的门徒，犹原是在大声讹落上帝，讲啥？路加福音19章38节，咱做伙大声来读，请。奉主的名来的王，应该受称赞。愿天顶有和平，荣光归乎至高的上帝。门徒在讹落上帝的内容，其实是出对诗篇118篇26节圣经节。奉上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称赞。愿对上主的殿祝福你。诗篇118篇其实是出对王的观点。伫诗篇的中间，诗人一方面来感谢上帝，另外一方面嘛在咒诅对敌。用安尼的内容来说明上帝会当杀耶稣为对敌。所以当正门徒在唱这首诗歌的时阵，表示因在期待耶稣会当天现奇妙的事，是压过罗马政府啊，真做压过上帝对敌，甲上帝百姓对敌，会当将伊拍败的一首诗篇。伫即节圣经节中间，咱是毋是看起来哇，真实？就是路加第2章14节，天使在讹落上帝的内容，咱做伙来读。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愿伊赐和平，互对上伊所喜爱的人。这有意思的是，头前天使在讹落上帝嘛，要我讲伫19章的所在，路加的作者特别加一个字入去，就是王。咱讲到君王，王的是会想到啥？一般拢直接来想到是政治方面嘛。对无？来统治吼，总是伫遮却无有迄个政治的力量藏伫内底，反倒是将王甲平安放做伙。伫门徒欢迎的中间，想讲耶稣要真正进入耶路撒冷啦，要来拯救咱啦，伊要伫耶路撒冷来做王啊！咱看见是啥？门徒到即阵嘛是无了解耶稣要行的是啥，是受苦的路呢？毋是因想象中我会当使用政治或者是暴力来统治的君王。要毋过另外一方面，咱会当看见耶稣容允门徒安尼甲伊讹落呢？耶稣只是无甲因责备嘛，门徒大声讹落了，耶稣准因安尼讲。咱就知影耶稣有王权呐，是耶稣来统治规个国度。接煞，咱看见只有路加才有个记载，19章39节，咱做来读，请。众人中间有几难的法利赛派的人，甲耶稣讲：“老师，着责备你的门徒。”哇，这个故事发展到即阵。太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来责备伊家己门徒啊。咱若是注意来看，这个法利赛派人称耶稣做啥？老师，真正是称伊做老师，要甲伊学习吗？真趣味的是，伫圣经中间吼，这个词常常是出对遐个，只会晓安尼凊彩讲的。然后无啥了解耶稣真正身份的人，才安尼称耶稣做老师啦。透过安尼称呼，反倒来显出因无啥相信耶稣，因完全毋知影耶稣有权柄。咱其实无法度了解，为虾米法利赛派人会用什么款的语气，或者是动机是啥来甲耶稣问，爱耶稣去做这样代志。
有一寡学者有诚趣味讨论吼，有诶讲，有可能法利赛人是伫烦恼耶稣诶安全，为虾米？会吗？有呢，伫13章31节诶所在吼，一寡法利赛派诶人徛来甲耶稣讲，你着离开遮去别个所在，因为希律想要杀你。有可能哦，也毋过嘛有可能是出对伊家己本身诶利益。敢定有？因有啥物款利益？原底遮犹太人伫罗马统治诶时阵，诚好势吼。伊只要莫得罪罗马人，因会当得到基本诶利益。至少因伫会堂礼拜袂发生啥物意外，袂有人来甲因掠，对无？无的确，嘛有可能是遮法利赛派人伫烦恼讲若是耶稣来作王，会互人误解，常时就产生一寡政治诶风波。不管遮个法利赛派人因诶动机是安怎吼，耶稣用真特别诶口气伫讹扰门徒。咱做伙来读19章40节诶所在，请我甲恁讲，因若定定，遮个石头嘛会大声喊出来。喊声喊即个字吼，伫原文有诚侪意思。就包括你爱负责任的讲，你需要来见证来讲出来，有需要必要的你爱讲出来。照旧约的律法，你若是应该需要来做见证的时阵，你若是无讲会安怎？你就是犯罪，你无诚实，你是诡诈的人。意思是啥？遮个代志需要讲出来啊！当门徒伫讹扰耶稣的时阵，法利赛派人来到耶稣面前，叫耶稣讲：即边恁的门徒，就是讲，因袂当讲话啦，因无应该讲话啊。也毋过耶稣却甲因讲，我甲恁讲，因若定定这石头嘛会大声喊出来。石头敢会讲话？袂啦。除非有即摆足现代的迄玩具有无？互伊会当讲话，爱放诚侪机关伫内底吼。石头袂讲话啦。也毋过，当耶稣讲遮个无性命的石头会当喊声，这有可能是讲另外一项代志。讲啥？耶路撒冷后来被毁灭，圣殿的石头会当来见证耶稣所讲的话。人的嘴有可能封起来啦，吼。若是咱台语礼拜较无啦吼，若是礼拜中间有孙仔有无？突然间讲话，阿公阿嬷阿爸阿母，紧安怎？将伊喙按起来对无？检查会当封起来，人的嘴检查会当封起来，也毋过上帝会提供见证，上帝有伊的方法。上帝让互石头大声喊出来。伫耶路撒冷，遮个宗教领袖、遮个法利赛派的人、经学教师、祭司长老，因无得看耶稣的救恩啊！因所做的是伫压迫跟对耶稣的人，无要互因来为主做见证。罗马兵丁伫主后70年的时阵。为耶路撒冷城拆毁石头，咱拢小可知影这个记载吼。也毋过，咱嘛会当讲，就是这个石头伫用因喊声，用因伫做见证，见证这个无被相信耶稣无过军队伊的人，因背逆的罪。讲到这，我毋知大家敢有下个字，门徒大声讹扰上帝所讲啥？愿天顶有和平，荣光归乎至高的上帝吼。也毋过，接续咱来看41节到42节的所在，做伙来读，请。耶稣伫要到耶路撒冷，看到蛇，就为哀哭，讲：我实在真爱你，惊你知安怎才会行和平。毋过，这个事现在对你看得，互你看袂着。咱一直讲耶稣要行入耶路撒冷，对无？即阵
啊，袂入去啊，得要到啊，得要到啊！也毋过当耶稣看到即个城的时阵，竟然为伊哀哭呢？为虾米耶稣爱哀哭？到底是为虾米？因为耶路撒冷城的百姓看袂见家己需要悔改，因无看见因真正需要主的赦免啊！因嘛无看出来一样代志，就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是要带来和平。头先有讲起啊吼，讲到和平，咱随时受到政治方面，对无？要毋过，咱若是认真来回想，迄个时代唯一的和平是啥？罗马的太平，罗马帝国在统治，所以因才有和平嘛吼。要毋过，甲即种帝国的势力塑造出来的和平无相像的是，耶稣才是带来和平的迄位。要毋过，咱看见上帝百姓是做甚物款的选择？以色列是摕武器来对抗罗马，因直接来拒绝上帝带来的和平啊！伫主啊70年所在，耶路撒冷城陷落。圣殿被毁灭进前，其实就有真侪暴力的事件、抗争啊。路加就使用这个，互圣殿被毁灭的战争，佮甲罗马人怎样来占领耶路撒冷这个记载来看。咱做伙来看43节到44节经节，咱做伙来讨论请。因为日子得被告。迄时，你会对敌过伫你的周围做土堆包围，对性命甲你攻击，因为将你甲你城内的人民全部毁灭，无留两块石烧塔，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时机。伫我要选根据的时阵。一个想，两个想，一直想，后来决定选40对做咱今日的根据。我有甲吴牧师分享讲，选这集，读起来足可怜呢，悲惨的呢，对无？也是咱读了无感觉。这兄弟，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时机，这是迄个时代百姓的选择。然后无留两块石烧塔，这句话就伫70年的时阵完全应验呢。圣殿被毁灭，甚至石头嘛，互人安尼撬开。歹势，这我台语不要讲。为虾米？因为圣殿被毁灭的时阵，迄厝顶吼有一寡金啊、金箔，安尼撬开，就当摕着呢。其实《路加福音》第19章42节到44节被称作哀歌。咱听过哀歌无？有啦，旧约足侪吼，诗篇内底有耶利米哀歌嘛，是哀歌。哀歌就是表达规个上帝刑罚临到的时阵悲惨的情况啊。伫这中间吼，有引用先知以赛亚预言，描述耶路撒冷会拄着甚物款的情景。咱做来读以赛亚29章第30节：绝被四围扎牙围困你，背起土堆攻击你，起关台攻打你。为虾米耶路撒冷社会陷落啊？为虾米？就是因为因拒绝耶稣，当对伫围困耶路撒冷的时阵，要消灭伫城内所有人甲财产的。43节到44节，真正是记载规个毁灭的过程。咱若是注意来看，这段记载甲巴比伦人来攻击以色列百姓是同款哦，嘛甲罗马这军事的行动相像。先围困因，然后杀害。咱拢知，其实耶稣知影人特别
看袂见，因找袂看袂见啊！嘛知影遮个人心硬，也毋过耶稣犹原为着遮感受哀伤。哀歌其实是传达耶稣听的声音，甲伊真深入的关怀。当人拒绝主耶稣基督的时阵，因要面对的是啥？因家己检测听过，也毋过无法度真深入了解迄个真悲哀的境况啊！就伫耶稣开选进耶路撒冷的路上，路甲描述，即个旅程中，甲门徒、甲法利赛派的人所行所做吼。门徒一直用错误的眼光来看耶稣被行的事，因有错误的期待，在压制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搁较免讲，法利赛派人搁较严重来误解耶稣的身份。意思是讲，当人无将耶稣看作是弥赛亚的时阵，会怎样来失败？有一个学者叫做金曼，伊讲路加吼爱收批，就是收路加福音即个提阿非罗知影这样代志，耶路撒冷被毁灭，其实就是肯定的即个开选的基督得要来啊！真有意思哦！耶路撒冷被毁灭，就是迄个开选的基督其实要进入。所有王的百姓在期待伊来到遮，在压制伊。迄时耶路撒冷的天口会变做欢喜。正门徒心内底有家己恶梦，我相信咱嘛是。你为虾米会信主？门徒跟对耶稣遮久啊，犹原无明白耶稣来的目的。耶稣对当时的圣徒，讲圣徒吼，军队主的人，遐个人，甲宗教领袖讲一个真严格的故事。为虾米耶路撒冷会陷落？为虾米有遮尔悲惨的结局？就是因无明白耶稣是啥，因无知影耶稣是一罪啊！咱是毋是嘛？甲遐个门徒、甲遐个法利赛派人共款，痴迷、心硬。但愿咱会当有正开眼光，会当看见，会当领受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真正的和平，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求你怜悯阮。求你施恩帮掌管，当阮每一遍大声学乐欢迎你的时阵，互阮清楚会知影，主你是啥。主帮掌管的信仰，毋是只有起坐伫过去所知影真侪知识，或者是阮有看过、经验过，主你所行一寡奇妙的事，互阮真正会当定根伫你内底，看见。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真正和平，伫你面前，咱就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咱三甲来吟圣诗495首。上帝是我一切毋忘，吟全首。会众请起立。来，第一节。上帝是我一切毋忘，坚固我心拢无离。做我强对乱世稳当，善良真实就是。
切，阳光奇妙叫气充满，对无做有水高敬，新世界兴起来，天主面前来敬拜。全能上帝小说万民，你的何来无欠亏？作为亲咱满意，高为快乐来敬贵。多灵爱对出来，欢喜定好为安排。对了对了，我的上帝，是上奉献感谢祭，真心我乐称赞地北，一切圣行来讲随，主叫咱了顺坦，对靠保稳平安。请坐，奉献。请黄文光、穆桂英执事。会场请起立。报告大圣，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因为将你甲你城内的人民全部毁灭，无留两块石三塔，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时机。路加福音19章44节，请。因为将你甲你城内的人民全部毁灭，无留两块石三塔。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时机。路加福音19章44节，因为将你甲你城内的人民全部毁灭，
无留两块少三塔，因为你看袂出上帝拯救你的时机。路加福音19章44节。咱来看周报第1页甲第2页。周间的聚会、教育部的课程、小组的聚会表，才咱家己来看。奉献的名册，才咱家己来看。消息报告。第3页，吴牧师前往龟山教会来服侍，请为牧师出入平安大道。下主日传道部会议，伫中午12点30分，伫701会室召开，请部员出席。消息报告：八区关怀网设置的要点，才咱看八区，其中有调整的区长是中山区、山阳区、甲桃园区。这3个区的区长有做调整，请咱大家来注意。这关怀网的事工的重点，第一，调集咱区长调集主日爱餐、洗菜、生活；第二，每个月65岁以上的长辈关怀礼券的探访；第三，70岁以上重阳敬老金的签收；第四，欢迎各区具体的消息，统一由关怀部来发布。伫中级的群组、甲教会事工的群组内底，实施教会全面集体关怀，请各区长主动申请慰问金来协同牧师来关怀探望。第二，趣味奇艺联谊赛对象是咱桃园教会会友个人来报名，分100。来分3组，60岁以上、31岁到59岁，甲30岁以下，每组10个人。比赛伫后礼拜14号下午1点到6点，报名的方式来扫描正手边迄 QR code 来填报名单，用象棋规盘全盘的比赛，采单淘汰制的。以个人赛为主来出前3名，请会晓伫象棋对象棋有兴趣，还是真牛的来会友来紧来报名参加。各单位来备办合会手册，合会手册来报告2022年甲今年的计划，甲组织伫1月29号来截止。第四，1到3月新眼光，迈向新的可能。咱来办公室，6楼的办公室来领取。其他的消息，合作社社员大会1月15号第2场礼拜煞了后来召开，请来社员来出席。咱有准备纪念品。介绍大道，请关怀部长。大家平安。关怀部才有一个报告吼，咱桃园教会有137年，会友即在桃园教会人不在，人在桃园教会即不在，大大小小，甲统计起来500-600户，人员有1000人。当然，若洗礼甲兼这个或者会籍这才是600人，所以由此可见吼，咱教会的关怀吼。尤其头伫书会伫第一项报告遐，大家看一下。咱要特别注意，咱桃园教会有这个传统内底，也嘛甲咱教会的社区吼，分做8区的关怀网，希望这8区新区的新任的这个区长，大家爱负起这个使命感甲威信。尤其这8区每一个会友，应该拢爱归属伫这8区内底。你家己若伫咱的通讯录若是无只。紧看你的区域性去归属，因为咱关怀部这边要来落实全教会集体的关怀网，希望通过这8区的会友，甲你去区内底的集体好歹理事，
拢甲反映起来，互区长伫咧阮八区的关怀网内底协助来关心大岛慰问，甲协调牧师来去亲自去互相来探访。咱圣经讲，甲欢喜的人同欢喜，甲忧伤人共忧伤。我希望这个关怀这个部分者，希望全体的会友来支持，全体来关心。以上报告。咱三个来吟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会众请起立。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小人带甲你相见，千迈最好。心内结好归情，献出人来最好模样，因全人人灵魂得救，我的心所求主。困苦的人，所有快乐，相信因带甲阮同行，愿求古迹永更美妙。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深深感动，因带甲咱三个弟弟，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角。
行平安礼，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